伯楞在久远的部落有一位伟大的勇士伯楞，他身手敏捷，可以快速穿梭在丛林之间寻找猎物。他体力过人，可以独自与山猪搏斗，直到山猪精疲力尽，再把山猪背下山与族人分享。部落位在其他部落通达圣地小鬼湖及台东的必经点，而且猎场非常广大，猎人常常可以猎到山羌、山羊、水鹿和山猪等。富足的农田除了地瓜、芋头和树豆，更有黄金色的小米稻穗和红色的红梨，让族人衣食无缺，因此引起邻近敌对部落虎视眈眈。一天，数个敌对部落联合入侵部落的传统领域。部落的勇士虽奋力迎战，但却寡不敌众，伤的伤，死的死，而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小孩只能仓皇逃命，最后只剩下伯楞一人与敌军对抗。他虽力大无穷，但仍无法击退来犯的敌人。在部落长老的劝说下，伯楞只好先带着仅存的族人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长老语重心长地拍拍伯楞的肩膀：“你们要学习蚂蚁团结合作的精神，重长记忆，才有可能重回部落。谢谢长老的勉励，我会带领族人继续奋斗，我们一定可以回到部落的。”伯楞信心满满地回答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与养精蓄锐后，伯楞召集族人共同商讨对策。有的人铸造长枪，有的人制作弓箭，一鼓作气准备击退敌人，收复失土。清晨，天色仍灰蒙蒙一片，部落的族人带着长枪和弓箭，无声无息地回到部落躲藏。待时机一到，伯楞一声令下，族人射出弓箭，掩护伯楞进攻。他以惊人的速度冲往敌军大头目祖迈的面前。伯楞与祖迈大头目一决高下，交手数回合后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伯楞身手敏捷的一个转身，长枪不偏不倚地刺向祖迈。在场的族人欢欣鼓舞，激动不已。数个敌对部落在祖迈大头目死后，如同一盘散沙，纷纷逃回自己原来的传统领域。伯楞带着族人重整家园，男子搬运石板盖房屋，女子准备大家的饭食，各司其职，就如蚂蚁般团结合作。最后，敌对部落以桃核作为礼物和部落和解。仪式中，双方从猪场两端吹气，表示双方一条心，约定不再侵犯。